大家好，我係洪偉林，係澳門理工大學運動及體育碩士課程嘅應屆畢業生，目前任職體育老師同埋澳門理工大學乒乓球校隊教練。工作幾年之後呢，為咗從經驗嘅教學邁向科學化嘅訓練，我選擇重返母校攻讀碩士。靈活嘅課程設計同埋科學嘅教學，讓我可以同時兼顧學業同埋工作，將運動心理學、運動技能學習等專業知識直接運用喺日常課堂同埋訓練之中。喺澳門理工大學求學多年，我最大嘅收穫係養成科學思辨、持續學習嘅思維能力。感謝母校嘅栽培，未來我會繼續扎根澳門體育教育，並培養更多熱愛運動嘅學生，同時為澳門體育事業貢獻力量。